大家好，我是10位分享书看今日放起来咧。今日放起来咧，要介绍咱乐团当神奇，我蛮神奇的。这乐团哈有口琴，有二胡，有民谣吉他，还有弦乐组合起来的乐团。不过佢哋表演出来的音乐还有音符，而突然你到哪只地方咧？莫讲咁多，先来看两段样片。你有没有听过这么舒服的天空落水呢？你有没有听过这么有气质的一个这样的乐团带来的客家歌呢？给你出来分享，午后之树 （Afternoon Tree） 这个乐团的团长藤井先生。大家好，我叫藤井金聪。都是上，嗨，还有我们的二胡陈一芳，陈一芳。大家好，我是陈一峰。陈一峰，我要讲客家话，先问一下，你那边客家语哪里客家？东西哦，是什么腔？台大埔。哦，对，你在说跟大家不一样。台中东西。哦，很好。所以你还很不讲客家话，糖的是一滴滴的。汤东，懂吼。重要的是，刚刚讲的藤井先生，藤井团长哈。一看这个名字就不一样 ，Toshi 桑，还日本人是，但你中文讲得很好还 OK 啦。来台湾多少年了？我来台湾算是大概14年。14年呢，哇，很厉害。不过，先讲一下，先说一下刚才影片上面那个天空落水，非常非常的好听，就是你们的团叫 Afternoon Tree。对，好，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演？那个是我们2015年的时候，就是本来想要申请爱丁堡的音乐节，对，音乐节做的一个宣传影片，对，宣传影片。哇，你现在在看这影片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个影片，因为拍摄的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我朋友的录音室哦，然后每次觉得在那边录音很阳光的那个感觉，很舒服。对，然后录音这样其实
跟我们的音乐的感觉就是很搭。对，非常的搭。那我要问你哦，你知道刚刚那首歌叫什么吗？就是天公落水。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我其实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水是漂亮什么的啊？对，没有，他是告诉你，这是客家歌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就很像日本人会唱的《么么大路上》那种感觉，就是他是说老天爷天公就是老天爷下雨了，然后天公啊落水有阿嬷有就是小女生漂亮的女生带着斗笠带着草帽来到流水边，然后流水很清澈。然后又很顺畅，然后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就是这么舒服，就很像，对，秋来秋去，你刚有唱对不对？我其实在里面也是在唱而已，对呀，我自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经过我这样告诉你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客家歌真的很美？而且跟你们的乐团风格是很搭的，包括你们的团名午后之树，感觉好像我就要在树下听着你们舒服的 jazz， 或者是你们跨界的合作。好，今天呢都多一时间做得好好的跟你们聊一聊。先介绍一下这个乐团为什么要叫午后之树啊，团长？我们其实是我们的英文叫做 Afternoon Tree。那我们乐团其实一开始是从就是3个人开始。3个人哪3个人？你嘛，一定是你。是我口琴，还有一个大提琴，还有木吉他。对，好特别的组合。我没有办法想象口琴、大提琴。你知道大提琴是很沉稳，对，口琴是很轻松、很愉快的。然后民谣吉他当然 OK， 可以跟口琴搭，我觉得合理。哇，然后一开始就3个组合在一起。对，我就是想要就是故意这样，因为我口琴其实是代表比较爵士的风格，然后吉他手是民谣风，然后就是大提琴就是古典，3个不同的就是风格的乐手就是混在一起，我们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火花？哇，他的中文也太好了吧！混在一起不同的火花，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知道 ，OK。对，这完全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是的。然后因为那个，我觉得我们的音乐就是很适合像就是喝下午茶，就是这种下午的午后的那种感觉。然后又是那个 tree 跟就是 three。也是有一点像，就是 1 2 3 3个人的感觉，所以就是有一点点叠字，很有想法哦。那后来为什么又加了一方？一方用蛮港的呗？你怎么加入的？刚刚影片里有一个你问的乐器柳琴啊，柳琴那个其实就我误以为琵琶，对，她其实是我学妹，然后也是团长的太太哦。然后当时他们还没结婚的时候，但是是另外一个乐团的同事，是。然后是他请太太推荐有没有二胡手，然后才找到我。对，我觉得团长很棒，就是他会找各种不同的乐器来把妹。哎呀。那既然这样讲的话，所以你就顺势的就二胡跟爵士结合，对不对？对。你当初有没有觉得很冲突？就是你有考虑过吗？你有想过说，我这很传统的中国的乐器，我要跟爵士很西洋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你有没有犹豫？其实，在那之前有接触过一些爵士的音乐，然后但是和午后之树合作又不一样。完全是不一样。对，然后我也是。当天就是他面试完，他是直接带我们到餐厅就直接表演了。真的假的？真的。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表演的曲子是什么？就我忘记了，就一片什么？就是马上你就是可以，你就上去，你可以这样。然后就直接来，然后在准备中，我就听他们表演，我觉得太舒服，很喜欢这个音乐。就整个你也觉得，我好像也变成团员之一了。就很喜欢。团长，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我告诉你不用讲太多，我就马上请你来表演，证明你的实力，就觉得你可不可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当初为什么突然想叫他马上就表演？因为我们爵士音乐其实是，我们的音乐就是一起 jam， 还蛮随性的。有时候就是往爵士，你就会发现没有所谓的奏音。对，就是只要是你有态度，有 attitude， 只要是你觉得好听，就是好听。因为爵士乐其实就是灵魂乐嘛。那其实它很注重的就是你的态度，还有你在融入这个音乐里面的精神。其实有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制式。对不对？对，哇，这样听起来感觉，那你们合作多久了？所以从08年到现在08年也蛮久的耶。所以你有算过大大小小
一起表演过多少场次了嘛？歌很多，数不清，对不对？对，所以在这里成长的。对，在这里成长，哇，讲得好沉重。不过我想要听一下，因为团长就是团长，平常他都叫你这样，我想要听一下团长的口琴吹得怎么样？口琴有没有带来？口琴有哈，你要不要来秀一段？既然是团长，一小段就好，一小段就好，一小段。我上次在那个广播，在中广的时候，是，我竟然是一个，我是自己说爵士的口琴，我记得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开始吹古典的曲子，然后后来他在车上在听我吹古典，他说他替我紧张，突然开始吹古典。但 why not？ 对不对？我觉得 OK 的。所以那是什么口琴？哦，这个是叫半音口琴。半音口琴，好，对，我们来一小段，还是爵士好了。后考团长。哇，有感觉到唱在意大利啊、法国的街头，哎，你听得懂哦？等下跟他解释。口琴跟二胡可以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莫这块等下转来。反正放起來，今日來了，放起來係兩個當 TP 的樂團 on the afternoon tree， 歡迎團長陶先生。你好，你好。嘿，還有我們的二胡手以峰。大家好。哎，我們記得講下太剛好。太剛好。剛才馬上給你出課題，有沒有覺得我這主持人怎麼這麼大膽？還。你剛演奏的曲子是什麼？啊，我剛演奏的曲子是爵士界的大師Charlie Parker 的作品叫《Donna Lee》。對。這個你開始接觸口琴，你一開始就接觸口琴嗎？其實是我小時候是4歲是學鋼琴。哦。對，然後我16歲開始是學爵士鼓。那爵士鼓其實是我的主修，大學的主修。那副修是那個貝斯，然後口琴是2006，大概就是10年前，其實開始算是。其實因為有這個樂團，我就開始就是認真的學習的一個樂器。那我覺得你真的還蠻厲害的，就是說很多人會想說做爵士，當然往很多世界更高的殿堂走。那什麼樣的機緣下你到台灣來組了這個樂團？其實因為我大學是在美國的 Boston 那邊念書，也是一個爵士的蠻有名的學校，叫 Berkeley College of Music。然後那邊認識的就是台灣人的同學。那後來他就是想說要做我的教學帶，就是在台灣其實可以找到我的爵士鼓的教學的 DVD。那因為有這個機緣，我想說，那順便來台灣宣傳之外，也是可以就是學習中文。因為我媽媽其實是高雄人哦，真的哦，對，但是因為我從小一直都在日本長大，所以其實沒有機會學習中文，對，所以就想說好好去學校，好好學中文這樣。就因為這樣子，所以來到台灣，然後正好跟你的音樂的專才又有關係，然後你又可以學中文，又覺得回到台灣很像回到家的感覺。對，我其實真的慢慢的就是一年比一年就是有這種感覺，就是越來越大。哇。來看給他木講出來翻，我知道你就是真的很愛台灣，對不對？那以峰就冇強用，以峰講你第2隻團台，你在這個團長大的嘛，對不對？你一開始的時候怎麼會選擇二胡？一般女孩子都是長笛啦、直笛啦，長笛是這樣嗎？然後對，然後或者是鋼琴啊，或者是舞蹈，你怎麼會特別挑二胡？因為小學的時候會有國樂班和
一中一西，它一年隔对，还有着招生。节奏乐队，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节奏，然后跟国乐。然后我那一年刚好是国乐，所以也没得挑。我觉得你真的很宿命，你看这你的哈嘎嘛，也就是觉得说，好啦，就对对国乐了，没得跳，我就进去吧。然后全班58个人在挑乐器的时候，嗯挑剩下的，全班一下就挑完了，然后只有剩二胡跟中阮。啊，然后老师就把我们剩下2个同学叫去，然后对看了一下我们的手，然后你就二胡，你就中阮，又没得挑，你的人生，你结婚了吗？戒了。那你老公是怎么来的？有的挑。妈妈说你挑这个，有挑啊，这个有挑缘。分其实是缘分。所以二胡到现在多久？学到现在29年。哇，哦，你现在不是25岁吗？没有。 29年，这29年的时间，你觉得二胡对你来说就是改变了人生吗？我觉得多少是接触爵士哦，是这，才改变呢，就开始有想法。因为你刚刚也提到，就是其实它里面有很多态度、精神，对，就是你需要去思考，不像乐谱来了，然后就是把它呈现出来而已。你必须在这个即兴的乐段里思考，然后听听别人。对，而且想象重点是自己听听别人的什么，就是跟你不一样领域的，对不对？就像我说的，口琴啊，又有大提琴啊，又有民谣吉他，这个等于是古典跟流行跟民谣的结合。我觉得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课。你一开始进团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你觉得哎呦算了啊，还是放弃？有没有？常常讲，其实还他常常讲，你刚刚讲那一句，算了。我是不是很了解他？真的太痛苦真的吗了。为什么？其实因为我们就是习惯性看谱啦，然后古典跟国乐都是这样，只要科班的，然后突然没有谱的时候，真的是会慌，对，而且我不知道我们从哪里不是相反的肯定我们看到一大堆谱在上面的时候，他们很像被绑住一样，对，然后这就即兴就活过来了，这样。哦，这就是我要问团长的，就是你不只是带这个人，带乐器，我觉得乐器可能对你来讲是最困扰的，因为你看你自己学的是口琴啊或西式的乐器，你现在要融入国乐或古典，你自己当初有碰到什么困难吗？就其实先刚刚讲谱嘛，除对，了其实谱之外，因为应该是说，因为我们的这个编制，其实你全世界这样子过去看，绝对找不到就是跟我们一样的编制，所以编曲上面其实也没得参考，所以变成一开始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写，对，而且一开始就是我们3个人开始，然后他进来，然后有时候。想说就是有一些旋律，就是给他，那以前的那个大提琴就开始吃醋啊什么，对，就是对啊，现在觉得好好笑了，对。对，不过我觉得反过来说，大家都是为这个乐团好了，我都希望有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所以乐团到现在几年了？就是11年嘛，11年。这11年有很多的经典的演出之外，还有作品。我们看到这个 CD，对不对？这 CD 是这张是什么时候发？那是第一张，我们Clover 2010年的时候发行。然后，我看到里面有《海角之树》，这该不会是我们的电影吧？就是因为那个《海角7号》里面的有一个片段的口诀是我吹的。哇！然后这张就是你们团名的同名的专辑。那一张叫那个迷迭香。迷迭香哦，迷迭香，对，里面我就有看到很多刚才看到的天空落水，还有桃花开，古老的大钟，对，这是你们日本很有名的那个。对对对。哦，好，还有西风的话是那个曲台湾的，对我回来。哇，这2张其实算起来是很不同，当然，有相同的是因为这一张还有一些客语，譬如说开金扇、瓜子仁，这是很传统的客家歌。怎么会想到用客家歌融入在你们乐团里面？你是想要把自己逼疯吗？就是已经有古典，然后还要再加一个可能你不是那么懂的传统语言。对，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缘分，因为当时我们在开始就是4个人这样开始做一些演出的时候，后来那个客家的一哥那个谢宇威老师，对，他就是找我们做那个客家爵士的一个合作。那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机缘，因为我们跑了很多的客家庄，那个什么5月的那个童话季演出，对，然后
然后宇威老师又就是教我们很多的这种客家歌，然后叫我试试看，那我就觉得，每首歌都其实很有趣，而且发现跟爵士还蛮合的，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客家歌很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很多的西洋的你现在听到的流行歌，大部分是可能都是偶数的，对，就4小节、8小节就是一个，但是客家歌是唱完一个旋律。就是这样子一个段落，所以有时候是我会看到是5小节、7小节，对，就是跟一般的歌曲是不同，对，不同的，所以反而觉得编曲上面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所以应该讲起来，客家歌没懂适合来做爵士。那我们不要讲那么多，如果讲到那个很生硬的部分，就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听听看？就好像看到一个好吃的东西，我们要尝尝看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可以来现场即兴一段，可以吗？试试看，好不好？好，来。瓜子人，好不好？来。用要按后堂有通过按用型的歌字音嘛？等下转人啊，等下上爱龙记得合作一小段，不要走开，待会回来。
相来爱爱相眼哪里藏？嘿，妹仔妹，妹仔妹。哦耶！哎，拍摄哦，不好意思哦，我刚刚就这样唱进来，那这不是我的 key 啊，不好意思，请不要介意。可是我觉得音乐好玩的地方就是这样，有时候即兴也是一种态度，对不对？然后刚刚那首曲子叫做《头发开》，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桃花开。桃花开，我其实也不知道。其实就是很多客家歌，他是在写一些平常的生活，或者是用很俏皮的方式在写当时男女之间的感情。这首歌就是桃花开啦，然后菊花哪里黄啦，然后哥哥想妹妹那种俏皮的心情，然后就借物来抒情。譬如说鸳鸯枕啦，或者是象牙床啦，有一种小俏皮的感觉，所以你们刚刚也很符合这首歌的曲式。我也觉得二胡你自己有没有之前呢？因为二胡其实真的是比较传统一点，你自己在做这个的爵士音乐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做一些修正？有哎，一方怎么样？譬如说在拉琴的方式上就会差很多，要比较轻松一点，不能像传统那样扎实。对，然后再来就是整个语法要不一样，节奏重音。对，而且拉二胡的音感要非常的好。因为它其实是没有刻度，对，要很小心，因为有时候在合作上面，你可能会因为因为别的乐器，你必须要去磨合，对，这是乐器。团长，我就要问你了，刚刚讲到是人的部分嘛，人其实好说，就是譬如说我们今天他戏要多一点，那谁多一点，我们调配一下就好。可是，在音乐在编曲上面，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对不对？对，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或者说 Afternoon Tree 的编曲的最困难的地方，也是其实对我来讲是最有好玩的地方，就是因为很多乐器是不完整，像二胡它只有2条弦，对，而且它的音域其实是非常的窄，所以它能做的事情比较少，但是它又不能少了它。对，但是我会要求他有的没的，就是他没做过那些，对，那或者是吉他，其实也是比起来钢琴是，我会觉得是还蛮不完整的，因为吉他没有办法像钢琴，你可以右手弹旋律，左手弹和弦，对，它就是要么就是很单音，就是单音，就是要么就是和弦，对，那。大提琴其实是在我们乐团里面是算是真的全方位，它可以当那个贝斯，对，那它也可以像旋律乐器，就是像快要的小提琴，就是这样高音的，它甚至也可以当主 key。对，然后口琴也是可以吹一些和弦，但是它也是有限，所以我们就是大家就是在编曲上就互相就是补来补去，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乐团的好玩的地方就是这样，也就是这样，对不对？就像每一个人的个性，然后在这个乐团，可能你补他的不足，或他向你学习。对，我觉得我相信也是这个乐团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很好的原因，因为你们有革命的情感，对不对？好，我们先讲一下这么好听的歌，这么好听的音乐，我们去哪里可以欣赏到呢？来介绍一下你们的活动，好不好？这个活动是4月27号是。在交通大学，对，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叫做10年树木音乐会，对不对？那这个活动中心2楼需要购票吗？或者是任何的？我记得就是要，对，有售票的。没关系，有任何的讯息都可以搜寻你们的脸书粉丝专页。你们脸书粉丝专页怎么搜寻？以方乐高。
午后之树爵士乐团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相关讯息都上脸书粉丝专页，对好不好？然后请大家去支持这个活动，然后去听听不一样的爵士味道的这个音乐。不过讲到那么多，我那很想说，10几年的乐团其实算你说它长吗？它也没有很长。你说它短吗？其实不短。对。团长，你这么多年来，你希望这个乐团你把它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觉得其实乐团，你看从3个人开始，现在变5个人，然后我其实每一次人就是进来比较多的时候，写编曲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很想放弃，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写。因为你感觉你要重新再学习一个新的东西。对，但是又过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像其他团员，我们其实这个10年15门音乐会去年其实也有办过，然后我们那个办完音乐之后，其他团员也是跟我说过，他们也会觉得我现在4个人演出就会觉得好像少了好多，对，就少了什么？对，所以就是但我也会觉得就是很开心，就是已经有就是这个5个人的这个编制的声音，就是我们可以在就是变大了这样子。可以，当然可以希望之后更好，然后更能够演奏出很多你自己想的或是想象不到的音乐。对，跟以防呢，对你来讲，这样子跨国的合作，当然加讲低调比台哈，列下衣服还有列音乐对你来讲，你自己有没有特别的想法？就接下来你想要做什么？其实有，就是我很喜欢团长的编曲，对，然后其实我2年前就开始会自己创作一些，因为我也觉得就是客家文化这方面，是年轻一点的真的比较不了解。那我已经写了6首，就完全是以东势为题材的。哇，很棒哎！譬如说新丁板节啊，那是一个节日，然后我就自己创作一个曲子，然后跟老师一起合作。对，然后或者是他的素材，然后现在累积6首，也是希望可以有一天能够有自己的演奏专辑。是的，对。好，到时候一定要来放起来，让各位乡亲朋友分享。好的，那你有什么话想跟团长说？就是不管好的坏，没有，就真的是很感谢。对，我结婚那一天，我有请团长，没有，是团长从日本飞来参加啊，好感人。对，然后我也是，就是给他一个拥抱，谢谢他这样。就是觉得说，即使是不同国籍的人，但是我们却因为音乐，这件事情，而且他付出超多的，我相信，对团员，我相信，看他今天来，他一个人就可以，有没有很懂那么多的这么多的乐器，然后表示他对这个团也投入很多的心力。真的。那团长呢？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一方说？也顺便对你的团员说说。其实他说就是在这个乐团成长，那其实我也是就是常常觉得，因为有他们，我也是觉得学到了，就是很多的东西，也是让我成长很多。所以团员也是，我真的很感谢他们，每次都，因为我每次都真的给他们真的太压力太大了，已经觉得。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熟，越像家人的，你越敢去要求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希望这个乐团能够创造出更多很棒的音乐。当然也先预祝你们在4月27号10年树木音乐会的活动能够顺利成功，好吗？任何的相关的消息呢，关注他们的粉丝专页，找到午后之树爵士乐团，很好。当然也要把我们福气来的粉丝专页按赞一下哦，好不好？今天当神蒙亮傻，非常谢谢你们，谢谢，希望很快可以听到你们新的作品了，好不好？好嘞，摸这块，我们运动一下，待会回来。